先家そして全てのオルグよ、ジャッキ第三。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玩具時光。今日咧，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呢把破邪百獸劍。佢係我喺屋企執嘢嘅時候喺櫃桶底揾翻出嚟。真係唔好意思啦，雖然係珍藏，但係都見到佢有啲歷史痕跡啊，都散晒手咁樣。好，不過咧係如果熟悉戰隊嘅都會知道呢把係嚟自百獸戰隊嘅破邪百獸劍噶啦。佢比較特別嘅，因為喺咁多隊戰隊當中，大家用嘅合體武器嚟講，通常都係槍炮嘅，咁但係好少可係會用劍。咁百獸戰隊就係唯一咧，合體武器係用劍嘅。唔好同我講呢個獸電戰隊啊，獸電戰隊個係轉或者叫做矛，但係劍咧係就得佢嘅啫。咁紅絲拳套、白虎棒、藍沙臂刀、黑牛斧頭，仲有金鷹劍組成。百獸戰隊係25周年戰隊紀念版啦，咁呢把百獸戰隊嘅破邪百獸劍咧，亦都係本人非常之喜愛嘅珍藏之一。咁今日好開心可以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啦，希望大家都會鍾意。好，時間就差唔多啦，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嘅介紹啦。記住關注同埋 like 我嘅 channel啊。好，我期待大家嘅 subscribe 嘅。好，下次再見，拜拜。